你好，我哋今日講下 Direct Hire。Direct Hire 直聘海外姐姐嚟香港做嘢。有啲僱主自己喺網上揾啲姐姐，跟住自己同佢申請簽證，跟住想安排姐姐嚟香港做嘢得唔得嘅呢？其實係唔可以嘅，因為海外姐姐呢，除咗簽證之外，喺入境處辦簽證之外咧，你之後仲要做一個認證合約。嗰個認證合約咧，要喺菲律賓領事館做嘅。咁佢個要求咧就係要香港嘅 agency 供應咗喺菲律賓領事館名下先至可以做到㗎嚇。咁因為咧做完嗰個認證合約之後咧，嗰個合約要寄翻去菲律賓嘅 agency 嗰度咧，菲律賓 agency 咧就會將份文件合約同埋啲 visa 同埋所有姐姐上咗啲流程嘅 certificate 咧，去申辦呢個出國就業證明，係菲律賓呢個部門嘅 POEA 嚇。所以咧，你哋就咁直接去揾姐姐去申請嚟香港係唔可以㗎。海外姐姐係必須要通過香港 agency 係供應咗喺菲律賓領事館嘅 agency 先可以做到嘅。所以咧大家要小心知道啦嚇。咁如果有咩唔明，可以再留言喺我小紅書，歡迎解答。Thank you。